领头所等的台湾，继续来看准新竹市长高虹安诈领助理费的案件。伫选后，检察官是开始大动作来侦办，再去到立法院搜查到高虹安的办公室，要找看是毋是有相关的事情。高虹安甲伊的前助理男朋友，嘛互检调为新竹带回调查局的北基站来问案情。 立法院高虹安办公室外口有真侪媒体等调查人员出现，有人想要入去轰动来。随后检方侦查高虹安助理费案件，今日透早8点外去高虹安的立委办公室展开搜索。高虹安身为准新竹市长，所表出伫担任立委的期间，涉嫌以假申告部诈领助理费。检调若透过前办公室主任得到公积金，阁有个别助理的小铺来进行比对。 有了。经计调来到北基站，高虹安和姓李的前助理前后亲身到案说明。有消息讲，伊和高虹安头一摆以贪污罪被告的身份红约谈。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不用过多的去渲染了哈。那既然已经进入相关的司法检调的程序哈，我们就一切依照侦查公开，还有相关的检调办案的一个程序哈。在新竹的高虹安竞选总部并无封搜索，工作人员经计调讲已经退租，嘛随甲铁门诱来。 所以这个是要拿去立法院的啊！对。高虹安本人今日透早无行程，即马检调嘛大动作，要侦办诈领助理费的案件，展开搜索约谈，要量查了解案情。